Hello，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來到漢興中醫菇理唔明系列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街度見到有啲人行為舉止有啲怪，例如喺度自言自語、傻笑，或者係呆晒企喺度。我哋好多時會即刻諗起癲呢個字，但其實喺中醫學角度，癲唔單止係一個俗語，背後仲有好多學問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傾下中醫到底點樣理解呢種神志異常嘅情況。大家要留意，癲同癇係兩樣嘢嚟講，好多人誤以為癲癇係同一樣嘢，但其實唔係。後世醫家發現，癇症發作係會突然暈低、抽筋、口吐白沫，但醒咗之後同正常人冇分別。而癲症呢，就係持續性嘅神志失常，病人會成日處於一種呆滯、錯亂嘅狀態，所以民間又叫佢做文痴。古人壽世保元講得好清楚，癲者喜笑不常，顛倒錯亂之謂也，即係話佢哋嘅情緒表現好反常，一時笑一時喊，舉止完全冇譜。其實中醫對癲呢個病嘅認識好早就有啦，《內經》嗰陣已經有記載，《素問》同《靈書》都講到呢個病。到咗魏晉南北朝，《諸病源候論》用年齡嚟區分癲同癇，去到明代《景岳全書》又話癲即係癇，不過後來先發現兩者發病形式實在太唔同，先至明確分開。講到臨床上面，癲症主要分兩大類，第一類係痰氣互結型，呢類病人多數精神抑鬱，表情冷漠，眼光發呆，有時哭笑無常，言語混亂，甚至會出現幻覺。佢哋又會心煩氣躁，瞓得唔好，冇晒鬥志。中醫認為呢個係思慮過度，所求不得或者受驚嚇，搞到氣血逆亂，津液凝聚成痰，痰迷心竅。治療上就要理氣解鬱，滴痰開竅，常用溫膽湯加石菖蒲、丸治、鬱金呢啲藥。第二類係心脾兩虛型，呢類病人更加嚴重，呆滯到好似木雞咁，反應遲鈍，神思恍惚，心悸易驚，成日想喊，面色蒼白，胃口差。呢個係因為病得太耐，心脾兩臟受損，脾虛就氣血唔夠，心虛就心神失養，神志自然就混亂。治療就要養心安神，健脾益血，養心湯就係常用方。講真，而家社會壓力咁大，精神健康問題真係越嚟越普遍。好多時大家淨係知道西醫嘅抑鬱症、焦慮症，但其實中醫對呢類神志病嘅觀察，早係幾千年前已經好深入。我成日覺得中西醫互補先至係對病人最好嘅方案。最後都要提醒大家，如果自己或者屋企人出現類似嘅情況，千祈唔好自己亂咁食藥，一定要專業中醫師辨證論治。透過正確嘅治療同調養，係有機會穩定病情，改善生活品質嘅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。下次再見。